继续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民进党赖清德和民众党郭文哲拢提出长照政策，讲着短暝服务逐个月补助，赖清德话要有关到15000块，郭文哲是讲一个月上济补助3万。若当咧拼连署的郭台铭是提出2030年乌多摆全面电动化政见。 2024次大选初无到4个月，各党总统参选人拢旁政见牛肉。民进党赖清德2召开第2场国政愿景发表会，主张打造健康台湾、乐龄社会，提出健全健保财务推行3班护病比立法，改善病医即卖的专利平均护病比，解决医疗人力不足问题，高设立8亿甘症生育基金，长照3.0，包括增加大所得服务补助为逐个月1万到15000，加提悬长照服务涵盖率。 我希望借由我的医疗专业，跟医界共同合作，也能够结合台湾社会的力量，打造健康的台湾。要批评目前的长照制度，那就让他批评吧。工作让我来做，我会卷起袖子推长照3.0。 同一天，同款医师出身的民众党郭文哲也宣布7大长照政策，同款要增加多数型机构补助，嫌我规划逐个月上济3万，所以长照支出要扩增到2300亿。佮比较健保模式管理，成立中央长照保险局等内容。目前的长照为什么做不好？很简单，钱不够。 所以目标GDP 的1%，如果有2300亿，还是要一个中央的一个机构来处理。我们要成立一个长照保险局。另外，大力参选总统的黄海创办人郭台铭，这一天启动连署活动，也不过对目前收集到的连署书份数加进度减半真保密。 联署书数字的部分，真的是因为牵涉到保防跟勾稽的问题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公布。不过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公布的。好，反正我们联署期其实也不长。郭台铭也就着最近政府2争议里面且弹出是按3级政见，讲要补助欠稽查人力、产品力量使用 AI 大数据，甲伫各县市设置备安是验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